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建女呢个节目。你家乡亲朋友有发现冇？系讲你是出国游聊啦，到台湾游聊，你系讲去到博物馆的世界，总系去到数目动态。不过当去到一只地方，你就做得去到博物馆。其实今日老大家来讲，其实博物馆佢做得系相同嘅哦。你係乜嘅意思咧？分享你今屆來賓是啲今日講乜嘅咧？大家來分享你嘅題解。來賓佢係來自台大嘅教授宜容先生，歡迎。大家好，我是林宜容。很高兴来到这边，耶！欢迎老师。今日咧分享嘅係你南外是介先生，佢係應該德陽先生分享。大家好，我劉德陽，我係台大嘅職工。大家好，耶！歡迎。哇，今天這個兩位老師來到這裡攝影棚的現場的時候，我就會覺得真的有一種那種太專業的氣氛，把這整個攝影棚給震懾住的感覺。而且唔單止係有可能鄉親朋友會知道挺奇怪，什麼叫做很專業的氣氛？因為太大看一下現場，這就是一個小博物館的感覺。一般來說，我們在攝影棚不會在桌上看到一些暗湧嘅東西。我一開始看到那邊的時候，我還想說，今天好像有中藥行的感覺，有沒有？可是再看到這邊的時候，又會覺得好像有博物館驚魂夜的感覺，對不對？哈，所以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東西，觀眾朋友一定很好奇是什麼。我們先講，在介紹這些之前，先跟大家分享。老師在台大任教，對不對？可是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實台大有一個博物館群。對，台大有一個，其實台大博物館群2007年就成立了。應該是說，在2007年之前，其實從有台灣大學以來，就在日據時代有台灣大學以來，其實台大就藏了很多間的博物館。是，可是呢，我們沒有對外開放。對，我們沒有我們只有服務研究的老師。是，然後一直到2007年，對，就是那時候就是全世界全台灣都在封博物館的時候，對，這時候台大覺得說，應該把這些寶貝開放給大家認識。對，2007年開始，我們陸陸續續有10個館對外開放，所以我可以跟我們所有的鄉親朋友講，如果你對安永嘅博物館有興趣，其實我們是可以去台大參觀的。是啊。對，老師要申請嗎？還是不需要？就走進去就可以了，走進來就可以。只要你是在我們的開館時間，那開館時間請上網才要去看一下什麼時候開館，我們就走進去。老師會有導覽嗎，或是什麼？我們有預約導覽哦，預約導覽也一樣，上我們台大的官網就可以預約導覽。好棒哦！其實基本也因為你看，除了我們的老師來都先從，其實我們剛好聽德陽老師嘛，對，就台大的志工，對不對？你看他甲發育工都親厚，所以我們在錄影的時候，錄影前，宜容老師有說，其實我們可以組一個客家團體，對不對？然後我們還可以有專業嘅客家話嘅導覽，對不對？哇，太棒了哈！分享。對，我泰卡就會知道說，那我們講到台大的博物館群，那同基本一個主題有什麼關係呢？對不對？其實應該是老師，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就是說，其實我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的行動博物館展示盒。對，因為我想說，這起源一定是跟整個台大博物館群，整個讓這個博物館可以變成一個行動的博物館開始。其實因為當初我們在做剛開始啦，就是開放在那個我們的博物館的時候，其實就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學校團體來。是，所以我們其實我們50%的觀眾都是學校。對，然後他們都會來預約導覽，像我們好多那個國中小、高中都會來。是，那常常來，然後就會有那種就是比較遠的國小啊，他們就開始抱怨說啊，我們很難去呢，我們住金門耶，對啊，對不對？我們住澎湖耶，對，然後或者是我們住屏東，他們就覺得說，那這樣怎麼去台大？對，然後這時候就是我們老師就想說，那有沒有可能就是做一些事情是對比較遠的，就是不一定是不是住在我們附近的國中國小的學生是有幫助的。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請了很多的國小跟國中老師來跟我們聊聊天。然後我們的專業名詞叫焦點團體，好，沒關係，這個專業名詞。對，然後呢，就是聊完天之後，大家就覺得說，就是弄一個小型的所謂的可以移動的博物館，然後讓他們可以入到學校去，然後把這些標本帶到學校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對。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們等於說在台大裡面，應該是說我們重視的其實是大學的高等教育。對。對，所以我們老師就說，那我們就去跟
那时候叫国科会，现在叫科技部啦，是去申请看看，对，看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兴趣这样的一个计划，对，是去做一些所谓的这个对科技部来叫教案呐，是教案的一个开发，是，所以我们就去申请了，就通过了，所以我们就拿了整整8年的计划，然后呢就开发了目前是4个行动展示和2个行动背包，是，然后呢就是可以给就是国中小啊，他们可以来申请，然后到学校去做使用。我们简单讲，可以这样讲吗？就像老师今天来一样，我们真的就是好像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的展示盒里面。对，我们就像是一个背包客一样，有冇？哦，台干用透呢，你改行李箱你是得提到，你熊会提给提放，然后我们盒子打开，老师在现场，我们就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们、学生、孩子、教师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知识的分享也好，我们这些宝物的分享，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对不对？对，所以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桌上的东西？像这些也都是你们在展示盒里面会带去跟大家分享的。对，2位老师都可以来分享。汹涌，我哋主要是分通风同支付两方面。像支付两片的话，你同你用两片同你是用真的。都是真的，同啲正經嘅東西嚇。像你用做些我們學生嘅地方，像你從事財富教材教講到根莖葉花果實，對，係嘛？像你哋就大家看到你係見係嘛？你係做你從事看到在分牙，要注意講牙嘅腦部有一層東西保護嘅嘛。哦，注看那個東西。好，那個種很多牙鱗片，是，所以就是保護那個分牙嘅腦部嘅。牙嘟嘟出來嘅下嘅清氧嘛，就講像落霜一樣嘅擺脫嘅，佢就用呢個嚟保護佢吼。將呢個做係嘅筋，錯，嚇，你學生嘅做咧，夾住你拿出來，平常時你同你冇去注意看呢個東西係用係上到用嘅東西，咁樣就本有人去看到呢個東西，嚇，將呢個東西做係佢嘅果子。像你平常時嘅果子，用來看到安尼，就同你喺你嘅博物館裡邊去做嘅，同佢用乾燥嘅方法，同佢做出來嘅東西。你樣做你看到佢看起來從有樣清奇嘅東西，唔係講像青島嘅果子熟了以後就會麵特別用嘅，你就做起來本有樣做的。哦，看得清清楚。像通風嘅片咪係共用，那片係通風，這邊是動物，對，通風嘅東西。老師是不是請你介紹動物那邊 ？OK 啊。對，老師，我們先從這邊開始好了。這個看起來很特別，好像在杯子裡面這樣子，對不對？對，這個我們叫做浸液標本，簡單說就是浸在液體裡面的標本。OK。所以呢，因為很多動物就是要浸在液體裡面，它才能夠保持它原來形狀。例如說魚啊，對我手中拿的是一個魚耶，對，它是一個魚，我們叫它透明魚。是，對對對。所以它本來就這樣子。沒有，我們用一種特別的，是就是做標本的方式做的。對對，所以是透明魚的骨頭的標本。對對對對，而且不只是這樣，這裡面其實很多，像老師這是一隻青蛙。对，这是一只青蛙。对，然后它就是目前它就是用酒精先浸泡的。是，对，所以就是浸液标本是我们的一个做标本的蛮大一个大宗。是，对，所以这个就是会有浸液标本。对，然后还有骨头标本。对，骨头这边放的就有青蛙跟一个很大根的鸵鸟骨。是，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看要包起来，对，前面很像肥皂的那个，对，那个是包埋标本。是，基本上包埋就是因为我们的骨头其实很细小啦，对，然后为了保护骨头，对，就避免它散掉，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就是树脂把它包起来，让它可以就是被保护好，然后才能看到它完整的形状。我们特别给观众看一下，特别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老师这是什么骨头？这个是乌龟。哦，对，哦，所以这是像这就是乌龟的脚，对，前脚，对，是，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标本在里面，对，是，为什么 OETP 同熊前面按讲就会讲，其实大家。你看今天老师介绍的时候，我们在摄影棚，大家都惊呼连连，有没有？因为我们也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想想看，这些东西就像老师讲的，我分享一下老师刚讲植物那一边。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很多，他可能连萝卜长在地上，还是长在
树上都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平常接近的植物，然后它的功能、它的长相都不熟悉，所以这种感觉就像刚刚德阳老师你分享就会用你同案有给东西，你就直接带到学校里面，然后我们就跟孩子们直接来介绍，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而不是只是在书本上面理解。呀，就会给我们一同太高的分享一个行商共就是行动博物馆展示，对不对？但老师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哦，对啊，那个第3类我们动物常做的就是皮毛标本，就是这个应该也是小朋友最爱的，对，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皮毛标本。这个是鸽子，真的是鸽子，对，我觉得这个本来等一下想要跟大家提的，不过我现在就跟大家提，像我们大家看到皮毛标本的时候，老师刚说小朋友最爱是不是？对啊。听说你带到学校去的时候，反应不一样。怎么样反应不一样？就那个小朋友啊，每个人都抢着要来摸它，摸我们的那个，不管是鸽子或老鼠的皮毛，对，好可爱。然后老师就是很害怕，然后就这样躲着闪得远远的，跟刚的主持人很像。我没有。你敌为什么嘛？因为欣赏可以拿出一张老鼠唔敌嘛，可以拿一张老鼠啊，就哎呀老鼠，欣赏个哎呀，你可以做唔对。其实我係很勇敢呐，对我 OK 的，对。不过呀，就會同大家來小嘅呀，獻出按鈕按到嘅標本，其實就會老師基本一帶來嘅，所以其實基本一個樣樣旁，也就是一個行動博物館的展示盒，我們可以這麼說，對不對？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所以我們也看，再來，對不對？還有老師你帶去的也會有很多像是這樣子的圖片、圖卡，或者是教具。对，然后也会带教具到现场跟这样的图卡。应该是说，在我们那个行动博物馆，为了让老师能够直接就可以上手使用，对，其实我们会设计，不是让老师怎么去使用这些标本。那为了让他可以使用标本，我们就要配套一些，我们就会配上一些像图卡啊、教具啊，让他们可以就是还有，甚至我们连教案都写好了。好棒哦！对，就是什么东西用几分钟，然后怎么用，然后 PPT 档也提供给他们，就让老师可以很容易就上手了。对，哇，好棒哦！其實吼，今日呢度樣樣旁按用東西，大家按用少改聽聽，還有嘛個精彩嘅內容，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張總來講。都歡迎繞場到兩岸線上呢度節目，讀到大家來小解，按用改行動博物館改展示哈，就是我們說展示盒，對不對？哈，所以讓我們今天攝影棚也變成很有氣質的感覺，被植物以及動物的標本圍繞。歡迎你們常常租借來擺設。可以租借擺設嗎？老師可以租借來當教育啊！你們是教育推廣不是嗎？對，很棒哦。為什麼哦？因為其實有這樣都欣賞的都壓定，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對不對？我們常常講說，我們不是只是看，我們會有一些老師親自來示範也好，或是講解，或是我們說導覽也好。所以今天德陽老師基本也同大家來示範一下從某。對我覺得你就把我們好也係講觀眾朋友當做是小朋友呀，吼，像你一般來示範，你們用來示範。你找去教嘅下，搭雜教暗嘅體校，你都你嘅按到本身嘅分嘅，夾出去教嘅過程，夾做會學到很多嘅東西。冇錯。就像大家下基本準備要有試嘅東西，錯。你從事採用嘅東西，係。你試嘅東西主要係做乜嘅喏？你試嘅東西就從教會嘅做。哦。你看日記有嘛？日記你用到鑷子有嘛？你講從乜嘅東西？一般來說，我會看到嘅時間，我會說可能在醫院裡面夾棉花的紙，錯嗎？我唔講，搶買到，搶買嘅條嘅做，搶買嘅叫啄木鳥，係啄木鳥冇錯，啄木鳥嘅做講從，係，懂嘛？你做位同學生嚟講，唔看到你個紅嘅有嘛？你個紅嘅地方，你個要按嚟做細嘅東西，就從係蟲嘅在個樹孔嘅地方。錯。含樹孔嘅地方。樹洞裡面，樹孔嘅地方嘅。你看在地方，蟲嘅啊。哦。含啄木鳥可以設計嘅一條蟲嘅時間一樣，佢就會去做一個孔嘛。錯。做一個孔以後，佢就會沉落去裡邊，就輕簡單、輕輕鬆，佢就會識到那個蟲嘅。就按嚟去。
就 stop 啊，知道吗？好简单哦，很简单，什么？咱个来看像，迄讲，哪一只夹袂像安尼，看我会上到像用马街哪一种嘅调的，嘅做袂像安尼。我会想到最起码我会想到迄种嘅压袂安用嘅东西。做迄冇错，做像压嘅，像安尼嘅用到黑面琵鹭，有冇？黑面琵鹭夹个做迄安尼型嘅时节，夹迄什么嘅东西？你莫可能是树里面的虫，因为夹不到。就真困难。错。佢喺水用嘅用水袂到，冇法度。古早佢做佢四个乜嘅东西，佢四个东西做喺水土方，嗰條普胖胖嘅东西，像嘅下盤啊，像細魚嘅啊，嗰條，佢個做喺水土方嘅時節，佢個做個打開來，個水就會接落去做裏邊，佢會過濾，佢過濾以後個水就對順條走出來，佢個下盤嗰度佢就塞落去嘅。古早冇腔樣嘅通風那個調嘅，佢個做型冇腔樣，就代表講佢可以四個東西就唔會腔樣。哎，真的耶，老师，我好像在上了一課哎。我今不一張提供演了黑面琵鹭，它其實是過濾的那些水從旁邊流出來，然後再把那些下工給的東西撕落去，對不對？哎，老師沒有了嗎？那個調羹或者是那個還有啊？哦，像那個唔看，那個做咩漸漸，我佢較短，佢較短佢較短，佢較適合什麼嘅東西？像較長嘅東西，佢就會去做。好嘛，像你去嘅乜嘅像拍殼嘅最蟲，是蟲誒，其實是蟲嘅蟲嘅從嘅泥土方，也係水土方。我佢係我意思是果嘅，也係是像安尼嘅果子，佢有法度是麼？冇法度嘅最熟同蟲，佢冇法度同嘅殼嘅拔開來，冇法度。古時候最短嘅、漸嘅，係，係嘛？就像你像鴿子，也係講麻雀，佢哋嘅嘴就夾短的，其實真簡單，其實去咬下去較有力，佢較有力，咬下去嘅殼就剝開嚟，叫做四大字嘅東西。嗰時候你看到腔樣漸，蟲都冇腔樣，也是個東西沒腔樣。對，你看這多棒啊，對不對？這就是一個好生動的教學，是。老師，你下笑的意思是覺得老師很可愛，是不是？對哦，就是我們很認真上課，是嗎？對，我看到那個認真的同學都會覺得很開心。對，哎，矮黑真給青音真鬆頭哎，不過矮黑槓書就會講真，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像活教材一樣，對你把東西帶到現場，然後你告訴他說，哎呀，這就像啄木鳥的嘴，然後它是這樣吃，然後你就會理解為什麼。對，我覺得我愛吃到愛好多嘅東西，唔單講係一個也很用也是東西，愛個很高重要。我覺得這就是每一個生物，每一個動物它存在，然後它的本能，所以它會去吃怎麼樣的食物，然後它會生存在怎麼樣的環境裡。對，我講完之後就講達爾文演化論啊，你看有沒有很深奧？有，好棒哦！對，因為達爾文演化論當初就是因為鳥嘴的形狀發現而提出來的。哦，對，所以其實你知道這個就是把艱難的東西變成簡單的體驗。老師，你一直這樣講，然後我一直好像顯示我還蠻笨的，就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了。對，不會，你今天變聰明了。是，謝謝老師。對，永信長好像還要再分享一個這個。像你搞兩個時間哈，所以講你有分組嘛，係嘛？對，分組。分四組，是一組就拿一樣東西。錯。其實對頭到尾其實。叫做今日你做黑面琵鹭，你嘅做迄安尼去。對。就幫牙齒看啦，第一站你就4個試唔到，第二站你就4個又試唔到。到你行過4站咪，迄個就提講，我嘅做什麼嘅東西提好。哦，像小朋友玩，像分組遊戲，然後這樣子。高到追尾，你就會提高啊，黏了就會按鈕，然後就會記住嘞。這跟背我們平常考試背書一樣，我們是看書本背，但是這樣玩一遍之後我們就記起來了。對，哇，不用背，體驗。不過我們看現在老師，像這個是老師親自示範，也就是說黑工真給按鈕給行動博物館展示盒到各個學校去，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分享。老師是不是像也有什麼麵包樹的故事？對，像我們麵包樹基本上也是會，就是因為麵包樹很特別，它的果實特別大。對，所以我們呢基本上我們選擇麵包樹來介紹植物的
构造，其实就很适合。它的叶子特别大，果实特别大。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面包树，其实跟原住民，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阿美族有一些渊源。对。因为面包树，你看它果实特别大。对。所以呢，在东部的阿美族，他们又称它叫救命树。哦。对，所以他们几乎每一族的家里都一定会种一棵面包树。哦。当他们吃不饱的时候，就会有果实可以提供给他们比较足够的食物。对，所以其实面包树其实甚至有人拿它来分析啊，就做营养分析，它是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的一个果实。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吃过它其实吃起来很像花生。真的吗？对啊，你可以吃里面的那个。对对，一颗一颗的，像那果子种子。对，你看我多谨慎。你看我发现我刚要问问题的时候，嘴巴有点抖。如果再浇深一点，那叫瘦果。哦，好了，那就是太棒了。它那种果实的。不受真品所以真营可以去，我觉得学校真的很适合。只是申请像这样的一个行动博物馆展示盒，都可以来借。对，非常欢迎。老师，你应该也去过很多学校，对不对？对，因为我们要为了推广他们，所以我们我们会去办一些因为让老师们都知道，我们办了很多的教育师训。对，教师师训就是我们北中南啊各地都在跑。我们目前好像全台湾大概只有2个县市没有去到，对，然后包含离岛我们都有去，对，那我们主要就是办教师师训，是因为我们这个的目标其实是希望老师借去学校时，让老师教学生，所以我们就教老师怎么去使用这一套东西。对，在师资培育这一块会困难吗？师资培育这一块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教老师不困难。可是比较困难的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师训的讯息，怎么样去传达到各级学校是困难的。会吗？会，超难的。我们常公文发出去，很多老师都收不到啊。对啊，所以其实这是很困难的。对，因为台湾的公文体系有他们的公文体系的状况，所以我们发下去的讯息，其实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够知道。所以那老师，你这么多年下来的经验，就是唯一的困难是像刚讯息的传递，但是你们到各地去师资培育成效，或者是你们这几年经营像这样的一个行动博物馆展示盒，你们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成效效益，或是？你觉得很值得，我们的回馈你很值得分享。我们早期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方式是我们办一场师训，然后我们发文给学校，然后呢他们来报名，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很被动，就像我说啊，很多老师都不知道说有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大概已经就是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应该邀更多人进来，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推广讲师的培训。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推广讲师之后，我们就可以开更多的场次。因为之前其实只有我跟郑淑芬老师，就是植物行动展示盒的设计者，我们2个在跑。所以我们能够跑就有限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开所谓的推广讲师培训的训练营，然后培育我们的志工，然后像我们的德阳老师这样子，对，好棒哦。对，然后训练好之后呢，我们就反过来了，我们反过来是我们就直接我们不办，我们不主办，我们直接发文给各个国小跟国中，我们跟他讲说，你们如果需要免费的师资训练，我们可以到校服务。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开放给就是各个学校。那我发现这样子真的就非常的就是效果就是反而是比较好积极的。对，就是我们大概每一年都会有4-50间的学校来申请师训，然后我们还派不出那么多人，我们还要筛选。就派德阳老师，德阳老师会变得很忙，应该会忙，变成亲某孩，有没有？对，每天，而且因为德阳老师现在已经是很专业的老师，所以可以去教别人。对，师资培训的就是分享。我们其实比较在意的是分享，因为我们是希望分享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用。对，然后这样的东西欢迎来租借。对，所以他是个非常好的分享者。太棒了，真的。还有东都个故事，就得到大家的分享哈，聊下你等下怎来讲哦。
欢迎走在老台高的小改，你改夯同波波尴尬展示盒，对不对？老师，我在这一段节目的一开始会考习张一下肉骨鲶鱼，我们来考一下那个德阳老师，做对吗？做下慢下莫水普茶，做下晚下某水普茶，老师可以理解吗？朝霞晚霞无水煮茶，对，亚黑以前给肉骨鲶鱼，就是以前在客家人的俗谚语，对，有时候俗谚语其实是产生在那个时代背景底下会有的一个状态。那他一说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像以前我们还没有在看气象报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看天象嘛，对不对？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说你在早晚上都会出现彩霞，哎呦。有可能就会有旱灾哦。那有旱灾怎么办？我们连煮茶的水都没有了。或者说以前给你连农药沙菲给时节，他赶紧指给我们客家这边有非常多这样的俗谚语，跟什么都有关，吃然后食衣住行娱乐的俗谚语非常多。或者这种嘿真点精神气，或者给你一桶太卡的分享就会讲照哈慢哈某水铺茶。像我们怎么会觉得说以前的人竟然是这样来判断的，对不对？对，哦，是很有趣的。我觉得即便我们现代人来看。他也许没有绝对的精准或是什么样，可是也会理解就是以前的人的生活方式，真的很有趣。好 ，T P 桶你要露骨眼，你桶太高的分享，老师有学到吗？今天有，这是因为我上了两段节目的标本课之后呢，拿这个来回馈一下老师。我今天的那个有进步，刚讲，你跟我给不给沟通？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标本，因为真的太有趣了。因为其实刚刚醒山有沟通青斗跟师资培育有关黑给不管是后来的策略啦，然后现在的成效。不过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孩子，对不对？我觉得对老师来说很重要，可是对孩子这样子去的时候，他们应该也觉得收获很大，很喜欢。对，因为我们每次其实我们是一个计划，所以我们都要做问卷，然后其实常常看到问卷都是谢谢老师，是，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他们会一直说希望未来老师就是能够多拿标本来，不管是动物或植物来教学，因为我觉得现在孩子太多都是用多媒体，对，那老师上课用 PPT， 对，然后呢不然就看影片，对，然后呢所以呢不然就课本，很多都是平面的东西，那所以对孩子来说，其实实体的东西是缺乏的，是，对啊，就像大家在课本上念萝卜念很久，可是长在地上不知道一样，就这样同样的概念，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叶子是长这样，茎是长这样，根是长这样。对，那我们直接给他看标本，那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每个人看到这些东西就一进来就是像疯子一样，因为每个都想摸，对，每个都想碰。可以碰可以摸没有问题，尽量摸尽量碰。可是因为会怕坏掉，没关系啊，因为坏掉了我们会修啊。我们就是要听这句话，是不是？对啊，请老师们可以用力的接。对，我可以体会老师刚刚讲的感觉，因为你看啊，像我们已经不是在学校念书的孩子们，可是刚才这个东西一进到摄影棚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是不是很兴奋？还拿着这个拍照啊什么，就会觉得好可爱，拍照，对，摸它，对我觉得你亲眼，像我今天亲眼见到这个透明鱼，我可能都这辈子都很难忘记它。但是我如果是翻课本，或是有时候电脑稍微看到的时候，就上个月好像有查一个什么鱼，对，你看那个感觉会不一样。我想德阳老师亲自面对孩子，感受要某用。当然冇咁用啊！像个声音来，同时给对方跟你讲，你还可不可以再来？老师，我们好喜欢你哦，你可不可以再来？心都融化了吧？老师，你可不可以再来？对啊。然后他希望说我们明年能够再来这样子。那老师，你现场都怎么回答？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有机会我们都会来，机会来的。不过明年他们就毕业了。这句话是什么？明年他们就毕业了。对。不过说到这个，大家就问说，老师你可以再来吗？我们要怎么样让你再来？我们每次底下节目底度谁有跟暗涌给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的跟大家讲，我要怎么申请，对不对？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的行动展示盒，我们都会请老师们，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资讯公开的放在我们在 FB 上面有一个 NTU 行动展示盒的一个讨论区，是对，然后呢，大家就可以透过那个网站，然后我们那边有连结，然后就可以上网去申请，所以可以租借，可以租借。对，老师只要上去填写，然后就可以做租借。如果我是一个学校老师，然后我只要上去
填，说我然后要租借，然后就会有人跟他联络，对，说那我要确定你要租吗？对我确定，对我确定哦。对，然后你知道吗？现在台湾最方便的东西叫宅急便，是，我们就宅配到家，所以我就会收到一个标本的盒子，打开行李箱，我们是用行李箱，所以也很方便，拖着就走了。可是如果我租借我打开，是我要怎么样介绍给小朋友？所以我们有教案本啊。我们教案本不见了。我可以照着教案本，如果我自己是老师，但是那我也可以纯分享展示，纯分享。像我们也有人把这个东西带去园游会上做分享展示。你是说旁边这边是热狗摊，然后这边就是标本摊，对，这样子。好棒，这个想象力应该不错吧？就旁边就是一个行动博物馆，我觉得很棒哎。这边先买一杯饮料，这边就可以看博物馆，对，这种感觉。像你们走了这么多的学校，会有觉得偏乡的孩子同都市跟乡民的反应会不一样？都市跟偏乡孩子的反应会啊，会不一样。对，偏乡的孩子对标本比较不觉得稀罕，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路上都看到了。可是呢，你跟他说这是青蛙呀，对呀，有我常看，对，然后呢，那个都市的孩子就是他们不常看到，尖叫，对，就会尖叫，对。然后呢，可是如果说你们要跟他谈知识面的东西，对，可能边乡的东西，我开始跟他讲哺乳类、鸟类什么类，他们可能就这样子看着你，然后就觉得这是学新的东西。是，然后到都市的孩子，他们很特别，他们有看到标本，可我拿起来，他们就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因为他们都市的孩子大部分已经很多都是从课本或者是从就是已经学了知识，可他们没有看过实物。可是偏向孩子很多都先看了实物，可他们没有，他们对那种知识性的连接没有都市孩子强，刚好颠倒。对，可是这真的很棒哎，因为你学了一堆知识，你看了实体之后，你就等于是真的知道它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而且你跟偏向的孩子还不只是可以互动到这个，还可以互动到这些东西跟他生活的关系。他会跟我说，我跟你说，我哪天去游泳，我在哪边呢，就看到了一个头，然后那个头呢是山羊的，我好想去捡，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是我们的仪容老师收获很大，对不对？因为孩子跟他讲说，你迪梦哎，有看过哎，他还可以带你去找很多东西做标本。我们讲到这个啊，然后他们还会有人说我们那个花生啊，从地底下挖出来怎么吃？对，去偏乡就还会遇到面包树吗？老师，你拿这个才2块，我告诉你，我家有1颗，你来吧。对，黑莓给搞不搞？对，我觉得好棒哦。我哪会知道？其实不太一样的互动。对，搞会一个东西就会按用你真的这样子做之后，那个互动的结果就会有更大的效益。然后我告诉他的是就是知识性的东西，让他跟生活可以结合。对，然后所以两边就变成是在教学上面就会有一点不同的互动跟呈现。对，就不会只是老师我们以前传统式的教学，老师在上面一直讲，然后敲黑板啊，不然就 PPT 一直秀，现在 PPT 一直秀，然后下面的孩子就这样。现在感觉不一样，也希望这些东西未来可以更加的运用在未来的教学里面，是可以真的进入教材，或是进入在正式的课程里面。是，这是我们的期望跟期许，是可以这么说哈，老师。对，没错。可我们缺钱，所以那就拜托那个有志，就是有意愿的那个基金会啊，或什么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看德阳老师做这件事情也做得很开心。对，因为老师的整个表情是很坚毅的，觉得对这件事情很有信心。博阳老师帮我们找了多少偏乡学校啊，超赞的。真的吗？对啊，那个。都在那个远远的阿里山上啊，或者好棒哦！对，很想帮德阳老师爱的鼓励，有没有？对，很开心。这也是为什么刚才他问的时候，大家才会说。老师，你还会不会再来？那是对德阳老师说。对，不過真件簽房意見，每有相當兩殺線上嚟到鴉片同大家嚟分享。其實真件嘅目的就會同大家講，其實按用嘅教材唔係啲教聽，大家做的題目是真的到每一個地方，你親自跟你面對面有一個這樣的互
动。你想想看，听德阳老师按勇这么生动的解释，你怎么可能不学会，对不对？好啊，很重要的事情也希望黑公有兴趣的朋友都得多多的支持，然后也希望黑公有空天师给欣赏，真的可以去申请按勇给行动博物馆的展示盒。如果给不易真灵轻杠加欣赏的都鸦片，谢谢2位老师，有机会多多来跟我们分享不一样的标本。好，谢谢老师。好，今天好了，做嘛，给你走认同了。